Yo， 歡迎返嚟漁夫人嘅 channel。今次帶大家去卓越 Intown 度過聖誕，呢度已經換晒聖誕嘅裝飾啦，夜晚好有氣氛。我仲揀咗3間嘅餐廳俾大家聖誕食聖誕飯。大家同我一齊過聖誕啦！精彩內容盡在漁夫人 channel。大家可以喺福田口岸搭4分鐘去到江夏站，然後喺 D 出口出向右手邊行，過馬路之後再向右轉，一路直行就會嚟到卓越 Intown 嘅啦。相信好多香港人都好熟悉卓越 Intown，由12月11至到1月7號，呢度會有一個雙搭美陳嘅活動，港人仲可以憑回鄉證過嚟攞禮物添。等我今集介紹一下卓越 Intown 嘅雙搭活動，同埋介紹幾間餐廳俾大家啦。喺1樓西廣場同埋天橋呢度咧，有第一個聖誕 checkpoint 啊，就係呢條好靚嘅聖誕走廊啦。呢條雪景長廊，日頭同夜晚打卡都各有特色，同朋友或者情侶一齊行呢條長廊，真係有啲浪漫啊！呢度就係下沉廣場嘅位置啦，睇下上面有幾多嘅打卡位。夜晚呢度會更加靚，建議大家咧日頭影一張，夜晚都嚟影一張。第二個 checkpoint 就係1樓西廣場出面呢埲牆啦，見唔見到上面有幾個聖誕老人呢？咁呢度仲有好多聖誕唔同嘅活動，俾大家參考一下。我發現呢度有啲筍嘢啊！大家見唔見到呢度啊？第一個活動呢，就係12月8號至12月25號，港人憑回鄉證就可以獲得呢個免費嘅雪人蛋糕啊！教埋大家點樣去拎呢個小蛋糕啦。首先第一步呢，就係掃呢個微信啦，就會入到嚟呢個位置，然後登記做會員，跟住有一個會員碼，俾職員嘟一嘟就 OK。然後點我的券包，上面呢度呢，就有一個雪糕嘅換領券啦。而家呢，我就準備換蛋糕啦，好彩仲有咋，大家記得早啲過嚟啦。耶，換到啦！你睇下熊仔幾得意，係免費噶，大家記得過嚟拎啦。第二個活動就係15至25號啦，買滿99蚊就可以獲得2揀1嘅朱古力。呢個商場有好多嘅餐廳啊，咁聖誕去邊一間好呢？今日就介紹3間餐廳俾大家。第一間就係我身後嘅二話不說生蠔雞煲啦，就係呢間啊！我哋入去試下啦。餐廳環境都算寬敞，呢度嘅裝修風格咧係用咗霓虹燈嘅工業風。呢一間係二話不說嘅生蠔雞煲店啦，喺大眾點評有4.4粒星星。而今日我哋揀嘅呢個餐咧就係2人餐啦。而家師傅咧喺現場即席開蠔啊，呢啲活蠔咧都係每日朝早新鮮到店噶。哇，師傅已經幫你開好蠔啦，好似巴掌咁大啊！門口有個明檔，可以睇到廚師攤調嘅過程。哇，上面有好多嘅瓦煲啊！而家就炮製生蠔雞煲啦。呢一個咧就係清遠嘅脆皮雞，而我哋 order 呢個咧就係石橄欖雞煲，香噴噴啊！冬天食呢個煲咧好養生啊！第一步先飲湯，哇，好鮮甜，加埋紫菜味。第二步食自養咗200幾日嘅清遠脆皮雞，好有嚼勁，嗱嗱淋落埋啲巴掌生蠔佢啦，哇，熱辣辣出晒煙啦，試一試先，好鮮嫩咯！呢一間可以話係平靚正啦，人均唔使100蚊就食到生蠔同埋雞煲啦。有興趣就過嚟試下啦。下一站嚟到 B 一層嘅老城鮮貝貝煲。The next station is 老城站。嚟呢間餐廳感覺上好似穿越一樣，非常懷舊，好有特色。望下 menu 先，呢度最出名就係蝦滑貝貝煲啦，有蝦又有貝，鮮上加鮮。另外仲可以揀啲海鮮同埋牛肉食。喺大眾點評有4.7粒星星，係福田區海鮮火鍋榜嘅第3名。一入嚟呢度真係好有親切感，唔講以為返咗去80年代嘅香港一樣，周圍都充滿香港嘅元素同特色。我哋嗌咗幾款呢度比較熱門嘅菜式，包括呢個蝦滑貝貝煲，同埋呢碟嘅吊籠。我哋嘅海鮮拼盤嚟啦，你睇啲蝦幾生猛。而家開始加湯啦，咁等啲湯滾呢，卜卜貝就會開口噶啦。哇，好香啊，個胡椒味！一次過食到2種嘅口感，食到入面真係有好多隻蝦，真材實料喎！而家要食蝦啦，浸落去即刻變色啦，已經。時間關係，我哋落埋啲吊籠啦。
試一試先，好有嚼勁啊，唔錯。我哋落埋帶子、鮑魚、象拔蚌同埋生蠔落去啦。哇，爽彈啊鮑魚！最後食埋呢個螺絲蝦，哇，好澎湃，啲肉都好緊實，幾有蝦味。如果大家中意食貝或者係海鮮呢，可以揀呢一間嘅。第3站嚟到3樓嘅米百愛石橄欖鮮切雞煲，我哋入去試下。呢一間雞煲店喺大眾點評有4.3粒星星，最出名呢就係石橄欖嘅雞煲，採用嘅係清遠嘅走地雞，人均唔使100蚊，環境都算寬敞，入面仲有幾間嘅包廂俾客人預訂。最後呢餐特別豐富啊，睇下成枱都係嘢食啊！等我介紹一下啦，腐乳炸雞翼、炸果條、清遠嘅走地雞、鯇魚片，最重要當然係呢一煲嘅石橄欖湯底啦。好，而家落雞，10分鐘就食得㗎啦。趁啲雞未熟之前呢，嚼咗隻雞翼先啦。哇，好熱啊，爆晒汁啊！試一啖，好酥脆，好勁嘅腐乳味啊！大家睇唔睇到啊？連啲雞翼汁咧都係腐乳味嚟嘅，狂滴汁啊！試下呢個炸果條，好似炸肉餅嗰種味道啊，幾有肉味。而家食脆皮雞啊，62秒就得啦。我最中意咧就係食清遠脆皮雞，因為我中意食佢個爽脆啊！啲雞食得啦，最重要就係食埋佢個皮啊，因為夠爽啊！隻聲食到，最後食埋鯇魚片，好，搞掂！鯇魚片一定要夠爽脆先好味，試一試先。還可以，差唔多到夜晚啦，你睇下啲燈飾又着晒啦，可以再打卡。聖誕期間呢度有唔少嘅活動，例如1樓嘅運果汁喺12月20號有1日店長嘅活動，究竟邊個做店長，到時咪知咯。夜晚嘅卓越煙攤會更加有特色，尤其是呢2個聖誕嘅打卡位。大家同我一齊過聖誕啦！雖然地方唔算話好大，但係我幾中意呢個長廊，真係幾浪漫㗎。而且呢度都好近口岸，香港人過嚟都好方便。希望大家中意我嘅分享啦！如果中意就俾個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與歡迎 channel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